嗨，大家好，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我是岳云老师。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这首歌呢，是最近呢永恒音乐多媒体公司办理这个网络歌唱大赛其中呢有20首指定曲这是杨淑胜演唱的蔚蓝这是20首指定曲其中之一了同时呢，我也鼓励大家呢把歌曲练好来去网络来去参加，来去趣味一下啦踮咱厝诶甲这首歌练好写用手机甲录影起来就甲寄去因公司，安尼就会使毋免到现场就会使参加比赛，安尼佫真趣味呢疫情期间嘛网络歌唱大赛这是其中一首指定曲。来，今仔日就介绍给大家大家甲练好写做伙来去参加歌唱比赛作词作曲是好棒棒的宋永谦先生这首歌写得很好唱又好听这是一个降 B 调的歌曲降 B 调哆西拉第一个音是拉来那个后面有一点点高，我们给它降一个 key 拉西哆咪，节奏呢1分钟80拍，我把节奏 key 打开，拉西哆咪瑞咪瑞西拉嗦，拉西哆哆瑞哆拉西，再一次拉西哆咪瑞咪瑞西拉嗦，拉西哆哆瑞哆拉西，2、3、4，咪咪相思，吹到3更暝半，深深着寂寞的夜。咪咪相思，吹到3更暝半，深深着寂寞的夜。2、3、4，拉西哆咪，咪拉嗦咪瑞，瑞咪哆，瑞哆西，拉嗦哆拉。拉西哆咪，咪拉嗦咪瑞，瑞咪哆，瑞哆西，拉嗦哆拉。无依无我，无依无我这个同学问我，老师这里面呢，他我小挖口，我给你挖口那个挖啦挖来，无依无我，断了感情线，爱情变卦伊无影，无依无我，断了感情线，爱情变卦伊无影。感情深渐大家念念看，深渐感情这3个字都是闭口音，而且一定要闭。你看，断了感情线，如果我不闭口会怎样？断了感情线，感情线是什么东西？不知道。断了感情线，你就听我这是感情嘛，对，所以一定要闭口你不闭口会变成别的字就是好像读错字了一样来，过来呢。我们把这2行这2句2大段2大句把它连起来。咪咪相思，吹到3更暝半，深深着寂寞的夜。无依无我，断了感情线，爱情变卦伊无影。这一句呢，我们在整个段落的最后面还会再唱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唱熟它最后的段落只有这个地方这个节奏不一样字也一样只有节奏不一样所以我们再唱一次，把它唱熟。咪咪相思，吹到3更暝半，深深着寂寞的夜。无依无我，断了感情线，爱情变卦伊无影。拉哆咪瑞哆西拉，2、3，
拉哆咪瑞，瑞哆瑞嗦嗦啦嗦瑞咪，拉哆咪瑞哆瑞哆西啦2、3，拉哆咪瑞，瑞哆瑞嗦嗦啦嗦瑞咪，瑞嗦要低下去的哈，这个再高上来，而且高8度哈，所以请这个地方核心一定要 hold 住啊，不然呢哈，低的低不下去啊，突然要高又高不上去的哈，来。命运安排，缘分为咱啊，明明心痛，思念也是你的命，尤其是也是，不要以为高音就要 hold 住，低音也要 hold 住，低音不 hold 住就低不下去了，对不对？再来一次，1、2，命运安排，缘分为咱啊。明明心痛，思念也是你的命，咪哆西啦，咪哆西啦发发。来，我们不要连太长，免得记不住，因为这个地方拉发发啊，这个记比较难记。来，我们从这里。咪哆西啦，咪哆西啦发发，再一次来，咪哆西啦，咪哆西啦发发，来为什么？为怎样来？为怎样变卦？为怎样跳山跳山跳？有2个音，再一次来。为怎样变卦？为怎样跳山？哆发哆西西啦嗦瑞咪发瑞咪，发哆西西啦嗦瑞咪发瑞咪。为怎样多情总是受折磨？多情哈，请要加装饰音。1、2。为怎样多情总是受折磨？好，来，我们从为怎样来啊，要连下去。为什么？因为这里哈，这是后半拍啊，我们要练习怎么样把它连好。就是这个发结束不能停，只有一拍，直接要唱这个发哈。来，我们连来，1、2。为怎样变卦？为怎样跳山？为怎样多情总是受折磨？搁一摆来，1、2。为怎样变卦？为怎样跳山？为怎样多情总是受折磨？咪发嗦嗦发发咪发发嗦啦瑞哆哆西哆。好，这个最后面只有半拍，也是一样。我们等一下连，从这里来。咪发嗦嗦发发咪发发嗦啦瑞哆哆西哆。这个发发也是一样，跟这个一样，没有休息，直接唱。咪发嗦嗦发发咪发发嗦啦瑞哆哆西哆。来，我们唱歌词。是啥人爱我，若心肝？是啥人就抓要心担？搁一摆来，提醒大家，这里若心肝要心担这个有一个撇步，就是第一个音第一个字那跟这个要稍微加一点点力度。若心肝若心肝。若心肝，这个若心肝，没有3个字都那么用力，只有第一个字用力。若心肝要心担第一个字加一点力度，后面的轻放轻。咪发嗦嗦发发咪发发嗦啦瑞哆哆西哆。好，来我们唱歌词。是啥人爱我，若心肝？是啥人就抓要心担？搁一摆。是啥人爱我，若心肝？是啥人就抓要心担？若是哆哆啦哆瑞哆啦西，还坚心。若是哆哆啦哆瑞哆啦西，若是哆哆啦哆瑞哆啦西。坚心亲像万里长城，坚心亲像万里长城。好，来，我们从那个
接下去呢又跟前面很像，所以我们先唱，等一下再把它连起来哈。来继续，咪哆西啦咪哆西啦发发，这一句就跟完全一样啊，但是下面这一句呢也很像啊，但是歌词不一样啊。这一句是节奏歌词完全一样。为怎样变卦？为怎样跳山？搁一摆，一二，为怎样变卦？为怎样跳山？好，后面。发哆西西拉嗦瑞咪发咪，你看上面发哆西西拉嗦瑞咪发咪有没有一样？但老师你说一样，后面不一样，对，这个哇不一样。你看我们念看哇怎么念？哇，两个音，对，所以他写了两个音啊。这个呢，千里哇，哇只有一个音，所以你看。为什么我刚刚说作词作曲是宋永谦先生？我要拍拍手哦，我就觉得这里写的好棒哦。那个哇两个音，伊嘛写两音哈，这个哇呢只有一音，伊就写一音，你看是不是棒棒棒哈？对不对？来，我们唱这一句，为怎样思念飞过千里外？为怎样思念飞过千里外？搁一摆，为怎样思念飞过千里外？从这里，为怎样变卦？为怎样跳山？为怎样思念飞过千里外？咪发嗦嗦发咪发嗦啦瑞哆西哆，跟前面一样，对，可是歌词不一样。还有这里也是一样，手中刷，这个三个音这么密，第一个字刚刚说什么？加一点力度，对啊，后面呢秀苗苗也是一样，加一点力度，节奏旋律完全一样，歌词不一样。来，我们试试看。一二，唱歌词哦，一二，你的爱只是手中线，无彩我一直想命命。来，你的爱啦，一二，你的爱只是手中线，无彩我一直想命命。你的爱只是手中线，无彩我一直想命命。第一个音秀，跟这个手要加一点力度，其他要轻哈。好，来这个唱过这呢哈，倒位是爱的苦，要苦什么？苦来，给大家看。下一个音是花靠要扣花，还有呢是西拉然后拉三拜拜。为什么给这样看因为我们要换页啦我们要换页，所以我们稍微记住一下，哆西拉嗦咪，哆西西拉，有没有这个哆西后面这个西，因为画了一条线连起来的，所以那个音不用唱，直接唱第一拍的后半拍的那个拉哆西拉嗦咪，哆西拉，哆西拉嗦咪，哆西拉，哆西拉嗦咪，哆西拉，哆位是爱的苦花，哆位是爱的苦花。好，来，这个副歌呢就唱完了来，我们直接看下一页然后过来呢看到这个反复记号，对，同学很棒棒你有注意这一首歌呢，我们从头唱到都位是爱的苦花然后就反复所以这中间呢岳云老师谱没有写出来，它会有间奏之后呢，请又从头唱到这都位是我的苦花了第二次唱到这里还没结束，为什么？后面还有一段咪咪想死老师这个好熟，对，跟前面一样，跟最前面一样。咪咪想死，吹到三更暝半，深渐着寂寞的夜儿三四，无依无我，断了感情线，爱情变卦儿。
伊无影，只有这一句不一样，其他呢都一样。好，所以我们就看最后面这一句，咪瑞哆瑞哆西拉嗦哆啦，来，咪瑞哆瑞哆西拉嗦哆啦。好，我们唱歌词。爱情变卦伊无影，再过一摆来，爱情变卦，伊无影，爱情变卦，再过加一拍哦，它有拉长，然后伊无影啊，前面呢，前面这个是伊无影啊，变短的，所以最后一句把它拉长哈，我们把这一段连起来，好来。不要，我们先从最这个爱情变卦再唱一遍，把它唱熟。爱情变卦伊无影，好，再一次来。爱情变卦伊无影，2、3、4、1，好，这样就结束了。来，我们把这里来了。我们假设第一遍我们唱完了，那第二遍是怎么样啊？我们说反复啊，反复是不是从头唱？是啊，所以呢，我们来唱第二遍，然后接这一段，好吗？好，来啊，那从头哦，从头，大家前面还记得吗？咪咪休息有没有来？1、2、3、4。咪咪相思，吹到3更暝半，亲渐着寂寞的夜，无依无我，断了感情线，爱情变卦伊无影，命运安排缘分为咱啊。明明心痛，思念也是你的命。为怎样变卦？为怎样拆散？为怎样斗阵总是受折磨？是啥人爱我？若心肝？是啥人手纸要承担？坚心像万里长城。为怎样变卦？为怎样拆散？为怎样思念飞过千里外？你的爱只是手中线，无采我一直惜命命。倒位是爱的苦寒？咪咪相思，吹到3更暝半，深渐着寂寞的夜。2、3、4，无依无我，断了感情线，爱情变卦伊无影。停。好，这首歌呢，就唱到这边呢，这样就结束了哈，真好听哦，唱起来好流畅哦，大家紧来甲学起来，学习哦，来去参加歌唱比赛哈，这个各甲大家提醒一下哈，这是永恒哦，就是这个卖戒指的那个广告哈，说是永恒，对不对哈？永恒音乐多媒体公司举办的网络歌唱大赛，大家可以去Google 搜寻一下哈。大家若是喜欢岳云介绍的歌曲，欢迎到 YouTube 频道来按赞订阅并用力的帮我们分享好，我们下次再见，拜拜。